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化妝師 Coco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大家有冇發現呢？過咗40歲之後，明明之前都係用同一個粉底，但係點解越搽越乾，越嚟越多紋嘅呢？問題未必係粉底㗎，好多時可能係因為防曬嘅底霜未必配合到你皮膚而家嘅狀態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點解40+一定要做好防曬。SPF 同埋 PA 嘅度數點樣去揀呢？乜嘢嘅場合應該用乜嘢度數嘅防曬呢？點樣揀防曬嘅底霜先唔會覺得焗、顯露同埋浮粉呢？同時我亦都會介紹5款唔同防曬俾大家。事不宜遲，而家即刻開始啦。點解40+更加要做防曬？好多人咧都覺得防曬咧就係唔想令到自己咁黑啦。其實防曬最主要就係防老化。紫外線咧主要係分2種，一種係 UVA， 另外一種係 UVB。UVA 咧穿透皮膚比較深，佢會令到你個骨膠原流失，咁會令到皮膚咧會鬆弛啦、出色斑啦，同埋會有皺紋。而 UVB 係會令到你表層曬傷同埋曬紅㗎，同埋亦都會增加色素嘅沉澱。如果長期冇做防曬嘅話咧，會更加容易令到色斑加深，毛孔咧就會更加明顯，皮膚變黃，同埋化妝咧都冇咁貼㗎。所以如果你護膚做得好好，但你冇做足防曬嘅話咧，皮膚嘅質素都會大打折扣。而40+咧本身骨膠原已經慢慢下降㗎啦。如果長期唔防曬嘅話咧，會令到皮膚更加容易出色斑，毛孔咧就會明顯咗。好多人都會成日問，究竟 SPF 係咪越高越好呢？其實係應該睇返情況而決定。例如日常室內啦、返工啦，唔係太多出去出邊嘅話咧，好多時 SPF 30、PA 3個加都已經足夠㗎啦。通常呢一種防曬質地都會比較舒服同輕薄啲嘅。咁如果你係戶外活動多啊，例如可能做運動啦，或者係行街嘅時間比較多嘅話咧，通常會建議 SPF 50、PA 4個加。留意翻防曬，我哋都需要去補給㗎。其實而家坊間都有啲防曬乾粉，你都可以用佢嚟補妝㗎。40+嘅女性應該點樣去揀防曬底霜呢？後生嘅時候，我哋通常着重控油度㗎，但過咗40歲之後咧，我會睇保濕度啦，同埋佢會唔會容易令你卡粉，仲有成膜速度啦，會唔會容易推到擦紙膠粒，跟住就係光澤感啦。就盡量唔好太霧面，有冇提亮效果？會唔會令到你望落去更加精神？通常乾嘅皮膚啦，或者熟齡肌，我會建議揀啲保濕啦，或者係 cream 狀。如果混合性皮膚咧，可以揀啲水感型；而偏向油性嘅皮膚，最好揀一啲清爽啲嘅質地，但係唔好過度控油。第一個咧，我介紹個防曬就係呢一支啦 ，Elegance 嘅 UV 防曬，佢有 SPF 50。PA 4個加，呢一個呢，就係一個防曬型嘅 makeup base，佢呢就個質地比較水潤啲。當我搽落去嘅時候，推開呢，你覺得好似薄薄有一層水喺個皮膚上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做一個韓系嘅水光底妝呢，我就會選擇佢啦。特別適合一啲真係乾嘅皮膚、缺水嘅皮膚，或者混合性偏乾都好合適㗎。尤其是而家夏天呢，搽落去呢，你覺得唔會太腍，同時間做到補水效果。第二支我介紹嘅防曬咧就係 XL 啦，佢屬於妝底前比較輕盈啲嘅防曬。而呢一支呢，佢就有一個修飾嘅效果，因為佢搽出嚟嘅顏色呢係帶肉色，同埋呢好明顯呢，你會見到皮膚係會即刻白咗1度㗎。適合一啲混合性嘅皮膚啦，或者係唔中意太厚感妝容嘅人，因為咧你可以攞佢嚟到做偽素顏嘅效果，直接單搽佢撲少少碎粉就可以出門㗎啦，非常之方便。第三支就係 MB 嘅 UV Primer， 我揀呢一個咧就係粉紅色，而佢咧其實本身有幾個唔同嘅顏色，分別有藍色、粉紅色同埋肉色。我今次咧做一個示範咧就係個粉紅色。
呢一支呢就有齊防曬、妝前同埋光澤嘅效果，而我呢亦都係最鍾意呢一支嘅，因為佢夠晒滋潤。你見到搽完之後，皮膚即刻有光澤啦，同埋帶少少粉紅嘅效果。我覺得佢比較適合40+嘅皮膚啦，同埋一啲比較乾嘅皮膚都合適嘅。平日淡妝又想做少少光澤嘅效果呢，呢個非常之適合啦。佢令到我個底妝更加貼，毛孔柔和返。第四支呢，就係呢一個 Alyssa 嘅 Makeup Base 啦。佢一樣係有齊防曬、Makeup Base 同埋提亮嘅效果。佢呢一支呢，就有粉紅色嘅調亮效果，亦都可以均勻膚色，特別呢適合暗沉嘅皮膚顏色啦，或者40+呢氣色不足嘅人。有時你都可以當佢係素顏霜咁樣用。如果你唔想搽太厚嘅粉底嘅話呢，可以直接搽佢，再加少量嘅遮瑕就可以出街㗎喇。咁都係一個好方便嘅選擇。佢個質地呢唔會話太潤，所以呢亦都比較適合一啲混合性或者油性嘅皮膚。第5支介紹俾大家就係 Anessa 嘅防曬乳液啦。佢呢個係屬於高防曬保護型，而一個呢就係屬於高度嘅防曬保護型。佢係乳液狀，用之前呢最好熬勻佢啦。咁你見到擠出嚟嘅效果呢係非常之容易推㗎，同埋呢佢會比較薄身，特別適合比較容易出汗啦，或者皮膚比較油嘅人。呢個呢就特別適合戶外運動流汗人士人用啦。咁例如我平時跑步啊，或者去旅行啊，夏天一啲 outdoor 嘅運動呢，我都會用佢㗎。因為有高度防曬，所以呢我亦都會安心好多。所以呢，選擇合適嘅防曬呢係非常之重要，亦都係抗衰老嘅第一步。希望我以上嘅資訊可以幫到大家點樣去揀一啲合適自己嘅防曬啦。今日嘅短片就嚟到呢度，記得讚好、訂閱同 share。我本身都有開設專為40+嘅1對1個人化妝班，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呢，可以片下揾到聯絡資料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